咁有啲朋友啊問我啊，咁其實政府有啲咩生意咧可以同政府做啊？咁啊，佢問我，即係好多人問我佢嗰個行業得唔得啊？我今日咧簡單講下其實有啲咩可以做。嗱，大家睇下呢度啦，包括水啦、食物啦、家私啦。咁家私包括邊啲咧？儲物櫃架、辦公室設備，跟住凳啊，俾會堂體育館用嘅家私、家庭用、辦公室用、學校或者學院用，或者特定用途一啲鎖啊、工具箱架啊、儲物裝置。工業安全設備，例如安全帽啊、安全帶啊，例如面罩、呼吸器、安全帶等等，跟住安全鞋。好啦，跟住咧醫療用品啦，咁啊嗰啲唔知咩分析儀，跟住咩彈性黏咩繃帶，跟住石膏繃帶、筒形繃帶，咩尿喉離心機管、避孕套都有。藥棉、血球計算機，基本上咧其實佢涵蓋好多項目啊，好多古靈精怪嘢佢都可以同政府做生意。呢個就垃圾箱啦、膠啊、瓷器、磚建築用嗰啲紅磚、玻璃纖維結構物，例如洗手間、警衛室，跟住家電。冷氣啦、煮食爐具啦、石油氣爐啦、抽濕機、電風扇、抽氣扇、熱水器、吸塵機、電水煲、咩冰箱，即係雪櫃、熱水爐。跟住咧牙科製品服務、驗貨服務、拍賣服務。提供影片、影視製作服務、租用電子外景攝製隊、搬辦公室、家具維修、裁縫服務、運輸服務、汽車租用服務，即係古靈精怪，乜都有。採購組別飛機啊、大船、小船、其他船隻。酒精乙醇啦，即係防疫抗疫用品，酒精濕紙巾、消毒劑。用完即棄面罩、口罩、即棄手套、外科手術手套、眼罩，跟住書啊，中文、英文書，跟住咩啊，活性炭、化學試劑，總之咧古靈精怪，基本上咧其實政府係咩都要採購嘅。咁只要咧你係一間正當生意，其實都可以同政府做生意㗎啦。其實正當公司。基本上佢係好齊全嘅，咁如果有啲咩唔明咧，歡迎過嚟諮詢。